墙家人们平安。平安。我们要准备预备心，让我们尽快从座位上，在座位在位置上来预备心，来做几件事情的祷告。那我们就为第一件事情先主，然后让我们有预备的心，能够来到他的面前来祷告。像牧师所要讲的信息，我们来为这些事情来做祷告。阿爸天父，你是永远的真神，你是我们永远的盼望。主要把我们今天早晨的礼拜，牧师的讲道、服事同工以及所有其他事项的需求，求主能够带领，也保守我们每个人有一个渴望的心，能够来到你圣殿来敬拜你，能够服侍你，能够成为你荣耀的器皿。主啊，我们谢谢你能够带领我们2025年能够是一个美好的一年。今年快要结束了，结束不仅是一个尾声，而是新的一年的开始。就带领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家人们的工作或者是学业上，都交到你手中，献上感谢，把我们的祷告放在神圣祭坛上，献上满心的献祭。这样子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从座位上站起来，让我们来手上帝。在全力和其美，你心是广大，怜悯不断绝，你慈爱永远长存。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可以敬拜在爱里，无论时代在你变中欢呼大喜乐，让我们数算你赞美进入你里面，神的羔羊就必永留在这里。
主啊，你配得所有的荣耀与赞美在我们的脚中。众生途中天使，匍匐宝座前，众长老谦卑，卸下冠冕在身高，仰前敬拜。记得呼求，神到你左前。
拜你，在灵与真理里。神灵，请你来充满我心，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灵。神灵啊，我高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天我要更深爱你。我要追求你主，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建立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建立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建立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是的，亲爱的主啊，我们一起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看见你荣耀的面。神啊，愿圣灵在我们当中来激励我们，来提醒我们，来洁净我们，也来启示我们更认识你，更仰望你，更与你同行。愿今天的敬拜从头到尾圣灵动工，让我们无论是身心灵都体验到主同在的喜乐跟平安，也让我们迎接主耶稣的降临是确切的，是心中充满喜悦的，是充满力量的。也借由我们的圣礼点，借由圣餐，看见主的临在，让我们找到生命的确据。感谢主，愿神在我们当中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我们要学主耶稣教我们的祷告文，我们要同心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恭受上帝的话，这边有2段圣经节。第一段圣经节，马太福音第3章13到17节，我们一起来读。那时候，耶稣从加利利往约旦河去见约翰，要请他施洗。约翰想要劝阻他，他说：“我应当受你的洗礼，你反而来找我。”可是耶稣回答他：“现在就这样做吧。”因为这样做是实行上帝的要求。于是约翰答应了。耶稣一受了洗，从水里出来，
天为他开了，他看见上帝的灵好像鸽子降下来，落在他身上。接着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亲爱的儿子，我喜爱他。”第二段圣经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10章32节，我们一起来。所以，我们再读一次哈。那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父面前也要认他。我们再读一次。那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父面前也要认他。现诗我们请西道小组你美好应许。唱诗完，我们请牧师讲道，受洗归主得新身份。的诗歌，他们带我们用热情哈。听说他们昨天还跑到那个曾文水库啊，去那边唱，在旷野唱诗歌，去点灯哈，他们点灯2次教会点灯1次，到下次说不定可以办一个全教会去那边那个曾文水库那边很漂亮的场景一起敬拜神，感谢主。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给隔壁祝福一下，说大降节快乐，好不好？来，我们更感谢主今天我们有好多位弟兄姐妹要受洗，还有坚信礼，还有信仰告白，坐在这一区。我们说
我们热烈欢迎你，好不好？一起来。好，为他们祝福。在主里的家人，那个喜乐、恩典，跟我们平常的团体是不一样的，因为它不只是一个关心哦，一个联络，一个活动，而是一起在属灵、在信仰上面彼此的装备、彼此的祝福、彼此的提醒、彼此的带导。愿神接纳这一群新加入的新家人，我们要一起用这个主题来分享神的话语。我们现在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这是神的恩典，让我们在代降节的时候，我们有跟主同桌来领受圣餐的恩典。我们更欢迎有很多位弟兄姐妹今天要受洗以及信仰告白，加入上帝的大家庭，这是我们心中最大的喜乐。因为主耶稣来到世间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的生命得改变，让我们永恒的盼望得到确据，也能够得着一个全新的生命，在属世的生活做美好的见证，一个喜乐平安为主见证的生活。愿神也通过这个话语，让我们再次得到一个确认，我们是属天的子民，我们是上帝儿女的新身份。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我们今天呢，应景的题目就是我们有弟兄姐妹要受洗。我们在受洗，我们先看到最原始的受洗，就是耶稣受洗。那耶稣受洗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故事。那我们要一起透过经文一起来分析，一起来学习那等一下经文我们会一起再做复习了那受洗归主得新身份，我们要特别，我们当中有3位是施洗，那其他的是已经受洗了，那叫信仰告白。为什么特别要说有新的身份？这个是一个很重大的提醒跟课题。那我们基督徒呢，通常都自认为我们有2个生日2个生日，一个是我从妈妈10月怀胎生下来那个日子，然后医生宣告说是某某日期几点几分出生那个时候你的这个日历年龄就开始了，那受洗是什么意思呢？有的是小时候就受洗了那今天受洗的弟兄姐妹，我们说他是第2个生日，而且是属灵的生日，而且这个生日是永恒的，要持续庆祝的，不是在世上的年岁就在天上仍然要纪念这一个归属主耶稣救恩的日子。所以主耶稣受洗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提醒跟学习那上帝的爱子耶稣为什么要受洗？他明明是上帝的儿子，他本身是圣子啦，受洗是人归信才受洗那这个就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就提示跟提醒，因为我们的主受洗有很丰富的意义，而且他是领受这个使命，要传扬神国的福音那主的受洗，它是新约中非常具有分量的一幕，因为它标示着耶稣长达30年隐藏生活的结束。我们从读圣经4福音我们最能够了解的故事，大概就是我们下个礼拜要庆祝圣诞节。圣诞节呢，有一些耶稣他从母亲玛利亚怀孕一直一些预言到他出生一段故事，再来就跳到什么时候呢？就跳到了他在12岁的时候到圣殿来接受成人礼。那资料就没有了，没有再讲耶稣什么样的故事。那现在也没有一个非常确实的这个资料证据说，在这30年当中，耶稣还有其他的什么故事。然后就出现了他受洗。所以这个景点，这个
场景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他正式公开了他的侍奉，他的正式的开始。他对外，然后他宣告说：“主的灵临到我。”我们418的记号就是从这边来了。然后他受洗呢，到底象征了什么意思？我们在这边学习，这是耶稣受洗的一个这个图画哈啊，在约旦河。那这个场景不只是一个受洗哦，圣经还记载说有圣灵像鸽子降临下来，而且有上帝的声音、天父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新翻译的圣经说：“这是我亲爱的儿子，我喜爱他。”那一个短短的几节经文，象征很深刻的意义哈啊！记得我们曾经有几年前要迎接50喜年，在筹备、在庆祝的时候，那时候曾经有一个想法念头说：“我们是不是召集一个访问团，或是一个参访团？我们要在50喜年的时候到以色列去去参观参访耶稣的所有传道的历程很多故事这样让圣经的场景都凸现在你的眼前，这样子后来因为疫情来了疫情来了都在哇，这个要筹划，特别当时我记得跟我们这些年轻人讲基甸的啦这个提摩太啦，因为要存钱嘛要10几万呢要最便宜也要10万要去以色列参访让你及早从你的圣地参访当中跟你圣经印证。通常会去那个参访的都是年纪大的，因为他有钱又有闲不过年纪大，如果年轻去更好现在有台湾有很多团队，他们就是特别存钱，让年轻人去那边去走岛，去那边访问那我就记得在10几年前不是在高雄的时候，也为了庆祝周年庆，我们就组了一个团去参访这个耶路撒冷为核心附近周遭耶稣曾经走过的地方。那我们就特别去参观了一个，就是耶稣受洗的一个场景就是这个那边现在当然是已经观光的目的了啦他们那边会在那个河边有一个比较弯进来的不是在大河边，是让水弯进来的比较浅的地方设立一个洗礼的一个池子，然后边边还有设了很多类似的设备就像我们去海水浴场不是要有冲澡的设备吗换衣服的地方，那他们就在那边很多各地的基督徒他们就特别报名那边有特别有预备牧师呢他们请大家穿上那个礼袍，然后走到水里面为他施洗这是当时拍的照片，已经10几年了那有一段短短的影片有牧师还在那边旁白不过旁白的这个效果不太好，只是有讲到说到底是怎么样我们来看一下。还有画十字架的记号压了3次。按了3次。那些人受洗完还在那边玩一下水这是约旦河纪念耶稣洗礼的所在。就是弯进来不是在大河边弯进来一个水池这样比较安全点，而且还有一个纱网希望能够保持安全这样子。好了，那只是一个象征啦所以很多人想说我要体验一下耶稣当时受洗的情况我们注意看那个水池那个水看起来不是很脏，但是也是绿绿的，表示说也不是绝对的完全的很洁净了。我们台湾在山上那些溪水还更漂亮那为什么要特别去纪念呢？甚至有一些访问团呢，他们会去找在那接近黎巴嫩，就是黑门山
那个血水渗透下来的，那边水就很干净。很多人还特别拿保特瓶去盛了一桶水回来，说觉得这个是约旦河的水。那其实耶稣不是说这个水特别怎么样，我们也知道当时乃曼不是得了麻风病嘛他的那个使女就说你要不要来这边洗一下？他说我们这边的河比这边干净大多了干嘛来这边洗呀？重点是神的同在好，那我们回到耶稣受洗，施洗者约翰就觉得非常的疑惑。我是一个神的使者没错，但是你是上帝的儿子啊，我为什么为你施洗？他就遇到一个无罪的神的儿子要被有罪的人来洗礼，他就感到很困惑，甚至拒绝所以刚刚我们就读到那一段话约翰想要劝阻他，就说：“我应当受你的洗，反而你来找我。”这是很正常的反应，因为约翰他有属灵的透视力，知道这位是神的儿子。所以遇到这个颠倒，到底怎么样解决呢？这位施洗约翰，他是被神所呼召传扬福音，他就叫人家要悔改嘛，要归主嘛。那耶稣说我要来洗礼，他反而到有点犹豫了。好，施洗约翰的困惑是，他没有罪，不需要悔改，反而是我有罪，我需要他的圣灵跟火施洗啊。这两个互相的一个冲突，让约翰有一点犹豫因为他是耶稣可能是其中施洗者之一、受洗者之一也有其他人要受洗，所以3章14节就这样说，想要劝阻他，我应当受你的洗，你反而来找我。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说，约翰的洗礼就是一般上帝的使者，上帝差派的为人洗礼的，这个叫悔改的洗礼。悔改的洗礼，人来到约翰面前是承认自己的罪，并准备迎接弥赛亚，那是真的是一个正常的流程。等一下我们有洗礼者监洗礼，我们牧师会问他一句话说：你是不是相信主耶稣救赎的功劳？你是不是承认自己的罪？那就是这个最基本的。但是耶稣来，让约翰感到非常的尴尬。尤其在当年，尊贵的王来到仆人面前要求洗礼，在当时社会和宗教观念是极大的冲击。好，我们看耶稣怎么回答。耶稣核心的回应是说，这样做是实行上帝的要求。他做不是他临时一兴起，好像要表演。他说上帝要这么做。和本的圣经就这一句话，大家比较听过，尽诸般的义，尽诸般的义。那到底为什么耶稣说这个是上帝的要求呢？我们看到几个不同的解释第一个是认同耶稣受洗不是为了洁净自己，而是为了他要认同罪人。所以这个也预表了什么呢？他将来要背负世人的十字架的世人的罪，走上十字架。所以他一开始侍奉的开始，他是认同了这一群有罪的人。所以就像圣经里面所提到的，与罪人同列。圣经的预言曾经这么说，耶稣用这个洗礼来认同这一群同样需要上帝恩典的百姓。第二个是顺服。顺服的意思是，当时约翰的洗礼是从上帝而来的命令。约翰不是平白无故说要施洗是神要他借由这个洗礼，看见一群人的悔改。所以也是像约翰所说，他是为要来的这位人子铺路了。所以后来有一群人跟随耶稣，也是有是约翰他曾经所做过的这一部分，他们不是归向约翰，而是来归向人子耶稣，让耶稣的救恩借由这位开路者、这位引导者、这位上帝的仆人来带领归向他。所以耶稣是用作为一个完全的人，主顺服了那个时代所设立的制度跟引导。那最重要的是，因为他在洗礼当中是受膏抹跟受呼召。
旧约圣经中，祭司跟君王就职前都需要经过水洗或是膏抹。那耶稣的受洗就是作为他弥赛亚君王大祭司的公开就职典礼。我们知道，中世纪有一段时间呢，教皇的权柄是非常非常的大。当时欧洲很多国王要登基，要正式执行他的君王的任务，都要请教皇去为他做加冕，所以表示说，受膏抹跟加冕是很重要的。但是主耶稣是借由约翰的洗礼，正式宣告他弥赛亚君王大祭司，像是在就职一样。虽然是在就是一个普通的约旦河边，虽然就是一群人，没有什么加冕典礼，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宣告就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这个场景呢，是圣经很少出现的，就是因为三一上帝的显现。第16跟第17节，我们在周报里面有记录了16跟17节。因为他说，耶稣一受了洗，从水里出来，天为他开了，天开了，这是我们不能理解的，因为天是那么大那么宽，哪里会开起来呢？好了，再来，他说看见上帝的灵好像鸽子降下来，落在他身上。接着，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亲爱的儿子，我喜爱他。”3个段落：受洗、天开、圣灵降落。上帝的声音说：“这是我亲爱的儿子，我喜爱他。”我们说，这是圣经学者说很少的一幕，就是圣经中极少数出现的圣父、圣子、圣灵同时显现。我们说 The Trinity， 那也算是让耶稣的身份在这边完全的公开，等于是个背书了。你知道，我们事后讲这句话，看这个经文觉得理所当然，对不对？但是今年呢，牧师曾经提过了，有一个尼西亚信经。尼西亚信经在纪念1700年，不是170年了，是1700年，那是多远的事情啊！在主后325年所成立的、所订定的尼西亚信经，我们就会看见说，这个三一上帝，这一个我们现在所公认的一个信仰的基础，在当时是何等大的冲击！因为我们从保罗的时代，他在书信里面就已经一再的在提起，无论是在加拉太，或是在其他的教会，他都一起提说，你们要小心那个假先知，对不对？有人有这种不同的教导，要小心。其实当时什么假先知不同的教导，其实就在有人没有办法去接受耶稣是上帝三一上帝的一部分。他们有人认为说，耶稣可能是上帝给他一个新的身份。上帝有个叫世子论，世子论就是说把他认养的哈。我说还认为耶稣是一个幻影，只是在世间完成他的任务又消失了。但是在那个非常大的冲击当中，初代教会的领袖一个非常核心的任务就是说，主耶稣如果不是上帝，三一上帝，他的拯救、他的牺牲、他的十字架、他的复活就没有意义了，因为这个好像是一个次等的，其他力量也可以代替。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宣告说，主耶稣的救恩是唯一的道路？救恩的道路是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是三一神。弟兄姐妹，这一段经文给我们一个非常明确的宣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圣灵降在他身上，因为他开始执行了他道成肉身在世上的任务。那这两段经文给我们三个很大重要的提醒。第一个，天开了，天开了是因为象征
人类因为犯罪而关闭的天门呐，我们看不见，但是圣经说天开了，那个跟神之间来往的那个门，因为人的罪被关掉，但是耶稣基督的受洗宣告门开了，表示上帝跟人之间的隔阂被打破了。所以这个非常重要的主耶稣受洗的意义。第二段是圣灵如歌哈，这段的文字没有改到，对不起，我们可以看周报哈，周报里面有正确的。他怎么说呢？圣灵像鸽子，他是在说，标志着耶稣带来了属灵的新创造，也是上帝对耶稣的膏抹，是给他行神迹和传道的能力。你看，耶稣在他30年当中，就像一个普通的百姓，一起跟妈妈、弟妹一起生活，很安静的尽他的家庭的本分。但是这个时候已经产生绝大的改变，因为圣灵来了，圣灵降临了，让耶稣跟这个三位一体的神连结了，所以是一个正式的膏抹，而且让他有传福音，有行神迹，所有的能力都在这个时候。第三个，有天父的声音，他说：“这是我亲爱的儿子，我喜爱他。我亲爱的儿子，我喜爱他。”这句话结合了2段旧约经文，就是印证了旧约经文所预告的。我们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神喜爱他。第一个，这是我亲爱的儿子，宣告他是君王，拥有统治权。诗篇2篇7节说：“那君王说，我要宣布上主的命令。上主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天做了你父亲。”印证了诗篇的预告。第二个，他说：“我喜爱他，宣告他是受苦的仆人，将要为百姓而死。”那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冲击啊！神所最爱的儿子，但是他一宣告他是儿子，他就是带了任务，要为世人牺牲他的生命，为世人献上他的生命，流出宝血，带来救赎。这是一个我们说天人交战，爱的儿子变成受苦的仆人，然后要为百姓来牺牲。上主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扶持他，我要拣选他，喜爱他。我以我的灵充满他，他要为万国带来正义。”以赛亚书42章1节。弟兄姐妹，也因为这样，我们看到主耶稣受洗，那么丰富的意义。他自己先自身做模范，他给我们什么样的提醒呢？他的受洗归主，我们今天有3位，还有其他信仰告白的。受洗归主，你得到一个新身份，到底对你什么意义呢？主耶稣的受洗带给我们什么省思跟学习？第一个，他自降谦卑，然后顺服委身。他不是想说我是高高在上的圣子，因为从他降生在地上，就已经走了他这个一贯的道路了，对不对？耶稣的降生就是在非常淳朴的朴素的伯利恒，在马槽。他已经把他的定位放在这里了，一直到他受洗，他仍然是用这样谦卑、顺服、委身，而且他愿意走入这一条约旦河。刚刚我们提到了约旦河，它有神圣的意义，没错。但是如果从实质上，你如果请我们的环保局人员去验那个水也不是真的好到哪里啦。那为什么？但是约旦河对于以色列人来讲是一个绝无仅有的，因为那个以色列地方很缺水啊。约旦河能够源源不绝，那不是很重要吗？就像印度的恒河，我们台湾的浊水溪是落水溪的落水呢，但是栽种那么多好吃的白米啊，可口的白米啊，所以约旦河不是为了他说全世界最漂亮、最干净、最洁净的河流，而是因为它被耶稣所神圣的意义在里面。
所以，上帝的儿子愿意走进城市的约旦河，顺服在人的手下受洗。那我们这是一个谦卑的学习说，主的典范模范给我们。我们还有什么觉得什么服事是太卑微不愿去做的吗？我们在迎接50禧年，我们在想说全年到期，每一位你都有任务，在服事神的每一个岗位，因为有你的同在，有你的参与，那就是神所最喜悦的，缺一不可。没有人是闲人，我们都是学习主耶稣的榜样，愿意在我的服事岗位参与这个服事，无论是重或轻，在人前或人后，神给我们一个谦卑委身的一个象征跟模范。第二个很重要是身份的确认。耶稣在行神迹、讲道或赶鬼之前，天父就宣告了：“你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我喜悦你。”这提醒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因为有这个身份，才显示我们的珍贵。而不是你做了好多，做了什么。这我们可以用一个比喻说，我们世上不是很多人，我们在学道班的时候在讲说，世人呢做了很多好事，做了很多功德，做了很多慈善，想要说我要累积这样的功德。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不是最优先更重要的，而是你先有什么身份。你有什么身份？不是你做了什么功、什么成就，而在我们是谁？我们是神的儿女。就像新约当中我们著名的浪子的故事。为什么这个浪子他把父亲所有的财产一半都拿去花掉了，去亏空掉了，然后他在外地受苦的时候，他会想到一句话说：我宁可回到我爸爸的身边当他的仆人，也总比在外面挨饿受苦好。但是他这样卑微的期待，他的父亲用全然的爱接纳了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儿子，他是儿子，他是父亲所爱的儿子，永远无法改变的。所以父亲用超过一般热情接待他，还有杀猪宰羊、杀牛宰羊，为了要庆祝这个孩子重生。换句话说，我们基督徒，你珍贵的部分是因为你的身份被改变，你是神的儿女。你如果把它当成一个记号不要不紧，好像没有损失什么，但是我说损失大了，因为神儿女的恩典、祝福、力量是无可限度的，是能为神做大事的。你是神的儿女，你这个身份去什么事情都能够被神所认定。是神的儿女，是因为你有这个权利来接纳这个属灵的财产，神给你的传承。就像这个儿子，虽然已经把老爸的钱都花一半了，回来他的父亲还是接纳他，因为他有份给他。如果说你是一个很认真的长工，很怕拼，非常好的干部，但是不是儿女，你就跟这一个继承无份。这是身份的宣告非常的重要。我们看到主耶稣带着这份被爱的确据，走进旷野面对试探。为什么他有这样的胆量呢？有这样的一个决心的，因为他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他能够面对一切魔鬼的挑战，而且他还3次击败了魔鬼的诱惑，因为他先确认自己被上帝所爱，我们才能够面对世界的挑战。基督徒不是比别人能力大多少，智慧多少，还是我们的时间比人家多少，而且我们是神的儿女的身份，我们就靠神得胜，而不是靠自己得胜。因为在面对世界挑战的时候，我们有大能的膀臂成为我们的帮忙，我们的帮助。你可以求告他，可以将自己的困境交托在神大能的手中。所以今天
我们欢迎我们这几位弟兄姐妹要受洗、信仰告白，还有坚信你的新家人。在这一个经文，刚刚我们读的第二段经文当中，有一句话很重要，他说：“在那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父面前要认他。”主耶稣这样说的意思是说，你勇敢的宣告你是神的儿女，认了神，神就是无条件的接纳，而且把你认定了你是属天国的一份子。我们是得上帝儿女的新身份。这上帝儿女的身份，我们说第二个生日的意思就是属灵的生日，是主耶稣用宝血所赎回的，活出新生命的样式。我们一般基督徒庆祝一般的生日是妈妈给我的，因为妈妈生下我，让我在她的爱当中成长，让我接受教育栽培。然后我们受洗的时候，是我们得到第二个新身份，是天父儿女的身份，是耶稣用宝血宝贵的牺牲所带来赎回的。我们说这个身份重不重要？也许你感觉不是很出来，不过请你记住，你台湾人的身份重不重要？中华民国国民的身份重不重要？前2天新闻报道说，台湾人的护照，英国有一个衡理的一个机构，他做统计，全世界100多国他的护照排行榜，我们台湾是36名虽然不是最顶尖最高的，那你想想看，我们台湾的邦交国才几国啊？但是你的护照竟然可以全世界136个国家接纳你，凭什么？凭什么这个绿色的护照就可以那么好用？那是因为台湾有了那么多的实力而且台湾人让全世界人觉得你是一个非常守法的非常能够带给我们这个国家是正面的、有利益的。你的观光、你的花卉会帮助我们，所以台湾的护照很好用，在黑市一本好几十万。所以光是你一个台湾人，中华民国的国民的身份就已经那么珍贵了。你有这个身份，你才能享受健保，对不对？享受一切台湾所有的福利。还有呢，你因为这个国民的身份，你可以参与政治各方面的权利。所以我们就比照了为什么现在在立法院很多争吵？是为什么？大家抢着要当台湾的国民呢，对不对？原来4年原来6年，现在4年就能够，为什么那么急因为台湾提供了各种一般国家最能够提供你的保护。我们也看到说，我们在大陆有一些人民，因为有一种被点油罪记号所以他到日本去旅游就特别拿了一本那个台湾的护照的外皮要把它包起来，让他觉得说，台湾人很欢迎你，对不对？那台湾人、中华民国国民的身份就是那么重要了，天国的国民不是更重要吗？更宝贵吗？所以我们得上帝儿女的新身份，不是一个口惠实不至的，是你生命完全的更新跟保护，而且神的恩典。我们要欢迎这一群新受洗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等下来受洗4月的时候，有这一句话，是说我成为上帝儿女的新身份，我就是要倚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他，一生行他的道，尽信徒的本分。换句话说，我不是挂个名一个仪式，而是我决心要走这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刚刚我们提到了，耶稣说凡认我的，我就必认他。这边是说我成为基督徒，我不是一个挂口号的，而是因为我倚靠上帝的恩典，我要尽我的力量服侍他，在教会、在社会、在生活、在家庭，然后一生行他的道。因为在世上有很多的挑战、坎坷、诱惑，甚至跌倒，所以行他的道是因为靠主耶稣的能力帮助我走过这层人生的道路。
然后尽信徒的本分。我们早上在有一两位姐妹来补问到的时候，我们长老特别勉励她说：“你成为基督徒，欢迎你，期待基督徒能够更扎实、更成熟，是你会读经，你会祷告，你会参加聚会、参加小组，这是让你在主的爱里面，在主的恩典的家庭成长的一个最主要的部分。”也有人觉得说我是基督徒啊，我就在我个人的天地里面不跟人家来往，好像觉得自己跟人家格格不入。但是这个不是基督徒完整的一个概念，要尽力服侍他，一生行他的道，尽信徒的本分。我们更欢迎我们这一群新的弟兄姐妹，你是成为富强大家庭的一份子。所以成为一份子，我们说要迎接50喜年，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就像这个大家庭要庆祝，大老店的要做热闹你不能说我坐在那边看，你们在做我来接受你的服务，而是大家愿意接受装备，成为门徒。我们一起同心建造教会，让富强教会在50喜年的时候感受到神的同在是何等的美好。我要把这个教会建造得更美好、更健康，有我的参与，让它更强盛。然后我向人家见证说，因为我在富强教会成为神的儿女，成为富强教会的一份子，我感到荣耀，我感到光荣，我感到有那个成就感，是因为我们要在这边一起建造教会，一起装备，一起同心传福音，来领人归主。欢迎我们这一群新的弟兄姐妹，我们以下要来做施洗，还有圣餐。我们先来做祷告，再来开始。天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带领我们这一群主的新百姓，富强教会的新家人，要加入富强教会，成为神的儿女。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亲自带领他们，很多奇妙的过程是神特别预备的。我们也要借由圣餐来见证主耶稣救恩的记号，在代降节的时候，看见这个救恩是神从亘古以来所为我们预备的。愿你祝福这个洗礼还有圣餐。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接下来牧师简单说明一下，我们等一下要唱一首诗歌，坐着唱你爱永不变。在唱诗歌快结束前呢，我们就请有三位要成人洗礼的，是我们的蔡宗珍姐妹、陈荣轩姐妹，还有汪国珍弟兄。再来就是我们有信仰告白的陈珍妮、郑庭云、吴文仪、吴思贤，还有一位是我们的坚信礼的我们的吴恩琪。等一下在开始唱诗歌的时候，我们就陆续来排到前面，我们请长老也来协助他们站在这边，然后我们要做誓约告白哈。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这首诗歌是你爱永不变，我们坐着唱。你流出宝血，洗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你为我的罪牺牲永不悔，显明你极大恩惠。我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献上自己永追随。我伤心，我气馁，我胜利，我思别，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我天选我的转，
能叫我与你爱隔绝。陈荣轩、汪国珍3位要受洗，有陈珍妮、郑庭云、吴文仪、吴思贤、吴恩琪要做信仰告白，我们要一起回答哈。我们在投影荧幕有牧师要问答的部分，那目前牧师先做宣告。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得到帮助是在乎倚靠创造天地耶和华的名。亲爱的弟兄姐妹，请注意听主耶稣在设立洗礼的教训。他从死里复活以后，还未升天前这样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就像当时彼得也叫人悔改信耶稣，奉他的名受洗，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来勉励你们深信，而且真实悔改告白你们信仰，奉他名来受洗，以及确认你们的信仰。这个圣礼点就会成为你们的罪得赦免的印证，跟圣灵重生与基督连结在一起的恩典。我们当中有新受洗的，也有已经受洗再次确认你们的信仰的，愿神的恩典跟你们同在。这时候请你们回答，在荧幕上有3个告白的誓约词，我问你们来回答。你们相信上帝是你们的天父，耶稣基督是你们的救主，圣灵是你们的保惠师吗？阿们。你们是否愿意诚心认罪悔改，并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吗？你们当依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他，一生行他的道，尽信徒的本分。你们愿意如此行吗？阿们。感谢主。这时候我们要为其中3位来施洗。我们有2位，他可以用跪的哈，国珍兄你用站着就可以哈。我们请同工来协助。好，我们先请我们的钟珍过来哈，慢慢来，站着、跪着来。OK， 谢谢，跪下来，慢慢 ，OK， 慢慢来哈。蔡钟珍，我用水给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上帝的名，阿们。你帮他起来哈。第2位，荣轩。陈荣轩，我用水给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上帝的名，阿们。好，我们请国珍兄呢站在前面来就可以，站着就好，站着这边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够高哈。汪国珍，我用水给你施洗，使你归于父子圣灵上帝的名，阿们。阿们，然后小心退下来哦，小心哦，小心下来，可以了。好，其他的已经告白他们的信仰，牧师这个时候来做宣告。你们已经告白你们的信仰来受洗，还有坚信礼。我靠教会的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富强小会的权柄，接纳你们成为陪葬会员，有赴你主的宴席以及新约的恩典。我们来祷告。全能慈悲的上帝，我们感谢你如此大的恩典，以这个圣礼点来迎接你的儿女进入你的教会。他们有的新受洗成为新家人，有的已经
在别的教会受洗了，今天愿意重新确认告白他们的信仰；有的是小时候已经小儿洗礼了，今天长大了，确认自己的信仰，成为神家庭的一份子。他们在你面前告白，愿主来接纳他们，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坚固他们，以你的恩典赏赐他们，使他们结连于基督，得着主的充满，永远在你的里面。在遇到试探的时候，保护他们，使他们在信仰上打美好的仗。主啊，我们感谢你，在我们迎接50禧年的时候，有这群新血轮加入到互祥教会。他们不只是成为上帝国的儿女，他们更要成为互祥教会的精兵，成为互祥教会新的家人，一起为上帝国来打拼，为上帝的国来努力，传福音，服侍主，做好的见证。愿神与他们同在，让他们在生活、在工作、在家庭以及儿女，还有健康，都得神特别的保护。奉你们来祝福他们，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拍手感谢主。好，这时候我们请向后转好吗？向后转，牧师来做介绍哈。为了方便哈，我照这个名单来介绍了哈。首先是3位受洗的，我来第一个介绍是蔡宗珍，我们可以看到照片哈。宗珍姐妹，她是密侦小组，她在乐活共学营参加我们的这个幸福小组，然后我记得是她第一个报名要受洗的。我们感谢主呢，我们的宗珍姐妹她有一个奇妙的恩典，就是她小时候其实就是妈妈就基督徒啦，在我们这个海岸路有一间永乐教会，妈妈也是很热心的长职哈，但是妈妈因为早年生病就过世了，她也因为读书成长，就慢慢少接触了教会，但是她隐约当中神在带领她。这一次我们的密侦小组举办手作，在网络上不是个人亲自邀请他觉得这个时候他很喜欢做手作，又在教会来看看，然后就这样连接到他的信仰。他讲一句话，牧师很感动，他说：“我有一天要跟我的妈妈见面，我必须要回到妈妈的信仰，一起在天国相见。”宗珍，谢谢他。他的先生跟儿子在这边有没有？站起来，让我们欢迎一下。欢迎来这里。很感动谢谢，请坐。神给宗珍一个全新的属灵的生命，因为他曾经在信仰过程当中，之前可能听过比较负面的话语，让他觉得对教会有一点没有信心了但是我们互相教会一定要让他感到无比的喜欢我们的小组呢，弟兄姐妹，大家热烈的欢迎他。第2位是陈荣轩姐妹，来举手一下。她现在是哈拿小组哈拿小组，她的体验也很特别。她在我们教会曾经服务，她是做长照的工作。她本身原先是什么？是3C科技方面的学习她的专业是这个，但她因为她的妈妈也是生病，在病痛当中有基督徒的安养人员来协助她，让她深受感动。她竟然说：“我要放弃原来的工作，我要来当长照。”所以那个时候也服务过很多位也是基督徒，她是被服务的对象他们反正他们的信仰让她受感动。所以他们也跟这一群他照顾的老人或是生病的人一起学祷告。最主要他有一位好朋友，也是他们的公司的同工那位姐妹在哪边？来欢迎他一下带领他。所以基督徒的随时的见证、随时的引导是何等重要。所以荣轩呢，他就加入了我们的这个哈拿小组一起学习我们来祝福他，拍手祝福他。再来这位，我们这个最年长的是我们的国珍兄，举手一下。
我现在感谢他，因为今天所有受洗坚信的都是女生，只有男生是的。其实国珍兄跟我们教会已经很久的历史了，因为他就是我们郑龙跟宛如执事的爸爸公公。来，宛如你们家，让我们看一下。来，还有郑龙哈。我们的国珍兄哈，他人生经历很丰富哎，他原先是大专的老师哦，是叫机械对不对？所以有很画图的背景哦。他很早就退休了，但是他成为一个补教名师，到各地去帮助一些想要考2技的啦、升差大的啦，教他们怎么样考试哈。所以他很会画图，他画了一张很漂亮我们富强教会的感谢主。我们祝福他，因为他在富强教会、在喜乐小组很多人脉他不会孤单不会孤单，好，他的好朋友有在这边吗？来亲朋好友有在这边，家人再一次来欢迎了，欢迎他们。好，再来我要介绍，我们有5位新家人，他们虽然已经受洗，但是一起加入富强教会的怀抱。我们先介绍一对母女，珍妮还有云婷，婷云举手一下。我们的珍妮是在哈拿小组。他原先是在别的教会，但是后来觉得这边比较近就跟他女儿先来了婷云他来这边觉得很 OK， 他是很细心的是要看看教会好不好，可不可以加入就把妈妈拉过来了我们的婷云呢，她在外商公司服务，她在喜乐小组珍妮姐妹在哈拿小组。他一个好朋友是外国的朋友，来站起来，请他站起来一下，欢迎他，欢迎你 ，Welcome，因为我们的婷云她在外商公司服务所以有机会接触外国的朋友，很欢迎他一起来加入所以2位母女，欢迎你们。还有一位是吴思贤，思贤在哪边？思贤在这里好，他早先是先跟妈妈蔡丽君姐妹来到信会小组，后来他现在读大1了他很认真了，一边工作一边读书所以呢就加入了我们的这一个提摩太牧区我们年轻的提摩太牧区有新家人了，欢迎他欢迎他来。好，下来这一位吴恩琪举手。他是我们教会土生土长的，因为从幼稚园植入学就开始了。他的爸爸妈妈在那边，来拍手欢迎他。志龙兄、秀香姐秀香姐，他真的是富强教会从小成长的，慢慢成长到现在，在国小、在国中、在高中、在大学。一起服侍主，刚刚他还参加我们的敬拜团的服侍很高兴。那请问这个思贤妈妈在这边吗？思贤的妈妈在这里吗？拍手欢迎她。还有珍妮跟婷云，你们有家人在这里吗？有没有来过？有没有家人在这边？没有了好，再一次欢迎他们，我们来送礼物给他。还有一位，对的，还有，刚刚。文妮我跳过来，对不起。还有一位文妮姐妹来拍手欢迎她。文妮是激励新小组激励新小组，她本身是很内行做美术设计她的妈妈就是我们的敏琪姐妹在那边，妈妈在那边。阿嬷是第一堂的，可能在做爱餐服务了爱餐服务我们感谢主。他在这方面很有恩典也参加了我们的激励新小组，祝福他。我们再一次恭喜他们，请长老长老来握手来欢迎也请同工预备等一下握完手拍张照，然后再送礼物来。
欢迎欢迎你，欢迎。等一下要拍照可以带托。拍照再好，可以。好，一起拍照来拍照。哎。哦，还要比赞了，大家都很赞啊。好，我们有亲友团要送礼物，来，请赶快过来啊！亲友团要送礼物的，来，送礼物的加油！我们等一下，各团队在拍照了哈。礼拜结束可以留下来拍照哈。好，我们陆续哈，这个收完礼物，我们慢慢回到原位，我们要举行圣餐。感谢主。等一下，我们礼拜结束可以再补拍啊，你们所要的留念的照片哈，这是很珍贵的时刻。感谢主，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恩典的圣餐。我们要唱这首诗歌《宝贵十架》，我们请敬拜团也可以带我们唱这段诗歌《宝贵十架》，请小会员来预备。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生，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在此能看见。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为我流，宝贵十架上一次恩典永留，使我完全的自由。宝贵十架的大能是我生命，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宝贵十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哈利路亚，感谢主。奉主耶稣的名，欢迎还属于他教会，按照规矩可领圣餐者一起来守主的圣餐。主耶稣对凡归向他的人所说恩典的话，主说：饥渴沐浴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愿主耶稣的恩典与大家同在。我们学习保罗当时按照主所设立圣餐的话，告诉我们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主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
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的血所设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表明主的死，直到他再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依照主耶稣所传给我们的样式，拿起饼祝谢。我们先来感谢神。主耶稣，我们现在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的是纪念你永远赎罪的祭。我们谦卑恳求你差遣圣灵，将我们分别为圣，又分别在这些摆在你面前的饼跟葡萄汁为圣。让我们接受这些，借着信有分享你身体和宝血，以你的恩典的帮助，使我们在灵里得着培育，也在你的恩典中成长。荣耀你的名，感恩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他。我们请同工长老来服侍。我们今天受洗坚信你的都可以领哈。我们拿到这个2合1的圣餐，请你把第一层透明的薄膜把它稍微撕开，把这块饼拿在手上。我们是先做感恩的动作，感谢主耶稣借由他的爱、他的宝血、他的救恩施给我们，让我们领受这样的祝福，有跟他同桌得着生命的盼望，永恒的盼望跟恩典，让我们因为主的属灵的恩典，我们得着医治，得着平安，得着信心，得着喜乐，得着属灵的恩赐。神恩典与每一位诚心接受这个圣餐的弟兄姐妹同在。我们请在比较偏外面的，或是比较角落的同工弟兄姐妹，可以就近来跟分发这个圣餐的长老来领取。还没有拿到的可以摇个手，让他们让同工知道你可以领到。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我们在主面前感恩，愿神的祝福在我们当中。还没有拿到的，请再举个手哈，我们可以看见你。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好，没拿到的再摇个手，感谢主。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再次问一下，有没有弟兄姐妹刚进来没有拿到的？谢谢。感谢主。这时候我们拿起我们手上的饼，各位弟兄姐妹，这是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而舍的。
我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他。一起来领受。当大家用完了饼，主耶稣告诉我们说，这杯是新约，用基督的血所设立的。你们每当喝的时候，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我们把铝箔纸撕开，我们一起来领受。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他再来。愿主耶稣的平安与你们大家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现在主，我们感谢你，在这个代降节的时候，我们一边准备主耶稣降生的盼望跟喜乐，我们一边来领圣餐，来见证神在恩典当中赐下医治，赐下平安，赐下救赎，赐下属灵的盼望在我们当中。我们每个领受的人，愿神圣灵亲自感动，让我们更与主更亲近，让我们更委身在神所差派的侍奉上，也让我们在生命当中能够活出主耶稣的样式，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愿神的恩典与每位同在，特别是跟今天新受洗、新信仰告白的弟兄姐妹同在。愿神恩典与大家在一起，看见神的恩典在前面，让我们勇敢迈进，看见神的祝福。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感谢主，我们目前要准备来做奉献哈。牧师再做一个简单的说明。我们每一次在圣餐的礼拜的时候，我们有2个奉献，一个是我们一般的主日的奉献，那另外一个是叫做圣餐奉献。为什么有圣餐奉献呢？是特别要安排为了我们做宣教，还有为弱势者，为有一些灾难的救灾，还有为弱小的教会，像上一次我们为花莲的水灾做奉献一样。如果你有感动或是你有预备，你可以2种，一种是不用放袋子的，直接放在我们执事的这个收奉献袋上面；一个是放在纸袋把它分开，我们就可以分开处理哈。这些钱就成为我们的宣教基金为主来做许多有美好的事工。我们请执事来收奉献，也请时间交给我们的陈佑长老。一起起立来唱奉献的诗歌。你爱何等的
请坐。我们一起来读这个月的金句，我们一起来。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约翰一书3章23节。再次，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约翰福音3章23节。我们来看里面的肢体交通。第二点，今天是代降节第3个主日，也是普世圣经纪念主日。请弟兄姐妹，如果对于圣经公会他们所推广的这个福音的事工有感动的，为他们来代祷及奉献。第三，下个礼拜天我们要举行圣诞赞美礼拜。我们只有1堂礼拜，我们从9点开始，好，请弟兄姐妹注意。第四，这个礼拜6跟礼拜天，我们将举行圣诞慈善2手市集，邀请弟兄姐妹一起踊跃来参加。第五，我们教会有几个活动。第一个，主日学彩虹剧团在这个礼拜6下午3点，在这个地方要举行最好的师傅戏剧演出。第二点，基甸牧区圣诞报佳音定在25号下午1点，我们要前往奇美医院儿童病房举办圣诞爱满载送暖报佳音的关怀探访活动。第三，各牧区还有小组持续有办福音茶会。我们在以及12月24号平安有报佳音的活动，请大家自己留意。第6点，今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号晚上8点半到元旦的早上12点20分，我们举行迈入50禧年年中跨年祷告会的培灵会。我们邀请玉里教会退休的牧者黄热成牧师来带领我们培灵会。上帝国的奥秘，上帝珍宝，治理世界。邀请弟兄姐妹踊跃来参加。我们用祷告、赞美来跨入明年的元旦。第7，第54期中保代祷服事即将开始。报名到12月31号截止，我们在1月4号要举行菜派礼。第8，我们感恩节总共奉献累计有1414227元。弟兄姐妹持续在为我们50禧年的持续来关心跟奉献。那我们因为会计年度要结束，所以我们有奉献的弟兄姐妹，请提前1周，在12月21号来完成。第9，我们在明年的2月8号要召开定期会员合会，因为之后是过年，所以我们提前到2月8号来进行，所以我们所有的单位该交的报告请提早，我们在1月11号就要缴交。今天的下午，在运河的和乐广场有举行点灯的晚会，是由台南众教会一起跟市政府来举办的。邀请弟兄姐妹也可以一起来参加。第11点，我们教会有2位弟兄在这个礼拜蒙主恩召，是吴生平弟兄还有吴建颖弟兄。我们求神安慰他们的家属。以上报告，请牧师来补充。谢谢。我做一个介绍，然后做一个1、2点补充来做结束哈。我们今天刚刚有稍微介绍亲友团，不过我再次念一下名字哈。看上面好的，
有林小棉姐妹吗？林小棉，好，欢迎你，小棉姐妹，欢迎你，欢迎你来参加哈，林小棉姐妹。再来是蔡祖慧姐妹，祖慧姐妹，好，欢迎你，祖慧姐妹在这边。再来是李月达、林心燕是中正的朋友，两位在这边，两位欢迎你。再来是林玉培还有林承炫，就是我们中正的家人，来再一次欢迎你，好不好？还有一位是我们美国的朋友，叫做 Austin， 来，我就 stand up， 欢迎他，哎，欢迎哈。他是住台湾的，是住美国了哈，刚好来台湾哈，欢迎。好，刚刚陈佑长老已经报告很详细，牧师提醒一点，就是说等一下结束的时候，我们尽量，因为礼拜堂马上要做整理，要做下午有一个告别式所以我们就到3楼去一起用餐或是大家先把东西收拾好，我们要来做整理。第二个是刚刚我们看到4集其中还有一个，我们看看原来的投影片，我们的资料投影片有一个主日学要募集物资啦募集物资他们是说要在这个4集的时候再拿来我们有很多物资，希望大家来捐赠。包括我们2手4集其实也有在募集一些2手货，就是好用你家里不用，但是可以捐出来当这个4集的用品这些东西我们再由个别投那个图卡，因为那个字太小了，有一些东西不用带来，因为那个他们募集的是要到徽州去的有需要才寄过去现在大家来参与那再来就是我们下个礼拜只有一堂所以我们第2堂礼拜的弟兄姐妹可能比较不习惯，因为9点就要来开始了，9点就要开始做礼拜1堂的大喜信息的这个诗歌敬拜我们希望大家踊跃来参加1堂礼拜，一起感谢主。好，谢谢。我们起立来唱颂荣的诗歌。我的神，我的王我要尊崇你的名，我要永远称颂你，我要天天称颂你。一起来领受从神来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保守与相通无知，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特别是今天新受洗、坚信礼、信仰告白的家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阿门，阿门。我们请坐，来默祷闭会。我们欢迎刚刚受洗的家人或是小组，可以轮流来拍照做纪念。但是也请同工来稍微引导一下，这样就会较有秩序因为我们等一下马上要做告别式的布置了，谢谢。